棍了。啊，没有。有几多小米嘛？有。你另外一道比呢有贵寿欣赏，你那边呢有茶艺欣赏。哎呦，你看唔对，我请你实在用笔。一定要啊！这茶艺老师哦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奶油ผัดไทย我刚才看的是奶油干贝。 我看过了，预算我没有那么高，我可以吓到，我简直吓到！这个小朋友哦，他口味直接看到的啊，会滚手艺哦，不可抗拒的诱惑。他们2个手牵手哦，可以说是2人3手一起做的。哦，就这样哦，2人3手，2人3手晒不干。黑龙的日晒面。 我讲阿姨，我已经肚脐快肚脐眼嘛。我们最多有几分？最多有几分？最多4分。不可以这样子，我们还有后面那边要关。 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收看《一家之主》，我係民主。今日來到沒有戀愛嘅股票，而且呢，今日潛水站組合動特別咯。仲係嗰種隱藏版達人，你媽樣講咧？因為今日主持嘅時節咯，貴節目，我帶點一種。 尊敬的心態。冇錯，一定要到邊呢有貴壽欣賞，你那邊呢有茶藝欣賞。哎呦，剛忙留洋之前，佢哋都順風啊，香港好茶呀，又有你有安喲，啊有閒嘅閒情逸致，又加有牙，原來係你嘅潛水站。嘿，冇錯。你看唔掂我請你實在用筆一定要啊！這茶藝老師哦，真的太厲害了，茶道就是在他生活當中，生活即茶，茶即生活。哎。 講嘅好像像同有一樣嘅。哎呀，可以接住嚟附等一下，唐家同用嚟講啦，好，好好講話。好，因為今天村長有在這裡。哎呀，這個是尊敬的部分。哦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咯。提前來分享到嘅係安玉涵師傅，大家好。邱師傅好。哎，你好。大家來分享到係大凡區小戴師傅。Hello，大凡區。 接下來馮翠嘅呢係來自3萬嘅兩公婆哦。好，來分享到嘅係水成個老少暖機。9天9有看到嗎？好恩愛哦！哎，老師好。老師好。院長好。有片係乜嘢？好啦，看一下諗住有片嘅下手嘅眼度嘅，呢個係倡議先生，來自跳舞嘅表兄妹翁麗瑜、陳元昌。歡迎。 好，老師，剛剛就問你用啥都給順風哎，我以為在演什麼茶經的電影。對啊，有這樣過嗎？冇，嘅係女扮。咩？拜記摘茶淚公。哎，等下跟我講，等下先摸一下鴉片呢。3版，大家都提供清講後收餐。你是有一個講什麼很多阿謝林嗎？ 對啊，確定一下。認識的。對。無所謂參加啦，你比賽嘅有名。對，可是俺沒有每日給他拍攝。厲害，都3萬嘅 W 有推薦嘛？佢好高、好食、好料的嘛。哦，你講到3萬料啊，當到未數，但是呢，我推薦我帶看當了第二地方有講到88坑道嘅休閒礦場。他民國40年，我那個村巷吼一度探礦。 但是呢，到民國62年以後，啲探礦都退退了。所以講價格後退呢，是那專業改做休閒礦場，讓大家體會一下這些已經消失的行業礦工的生活。歡迎大家有閒來看當了嘅88坑道來了。哎呀，之前真嘅唔低誒。那拜來你看到，而且哈，其實苗栗啦，要到邊有這麼多。 當中有嘅保庇隊都要特別來嘅。哦，諗住你有片吼，跟下面就聊聊紹介一下，有冇有推薦呢？一蔬菜撈茶有相關嗎？有啊，係客家莊嘅台式油嘅碰風茶。哎，原來見點是兩種茶。點啊嚇，我哋全身茶行。哦，這上咁茶呢，點乜嘢咯？點解啊？一定啊！所以啱啱講到全身茶行，就咧試看下咁處嗰種。 跟下講碰風茶、東方嘅梅煙茶，冇錯。不過喺碰風茶，人講嘅東方梅煙茶，也係啊嘅純甘茶，講真嘅了，也係客家嘅驕傲。傳到世界各地去哦，嘅時間本英國女皇我們按照這個 Oriental Beauty 這樣的東方梅煙茶，這是我們客家之光。好。 各位按到大嘴骨哎，暖身夠了哈，暖身夠了。即便是都老師，但是你比賽的時間還是要交給我們2位專業的老師啦。好，馬上來進行踢館嘅挑戰。
手下抖起来。梁翠要用出牌嘅方式，热天彩色嘅荞米老食材，撒定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完成自天嘅料理。真來梁翠會抖出乜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？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暫時就開始咧！好，又到你要來廚食材嘅時節咯。紅色、橙色、老紅色都帶地圖嘛嘅好食材呢？嘿，來各隊派一個代表，你先來猜拳。馬上有先來做代表，來玉宇姐。女人的大對決。好，哇，來咯，剪刀石頭布。啊 ，yes， 過去，然後我們就來開始選自己的牌，不要給人家看到嘍。好嘞，好，藏起來。我大家看哦。OK。好，到底今日風吹做嘅料理係乜嘅呢？黃色搶開牌，打開來，打開來。耶！到底咯係乜嘅配菜呢？橙色奶油白菜。我剛才看是奶油干貝。沒有預算，我沒有那麼高。我可以嚇到，我簡直嚇到。不過你兩家檔吼，就看下最尾嘅鳳梅係乜嘅。哦。紅子。OK 啊。很酸甜的呀。糖醋的蓋子本身是凍。這個拿來做鋪底呀，吸那個味道啊。擺盤啊，好。好。一下往藍水裏選了。好，來，請選擇嘍。來選兩下。好嘞，紅色。等一下再開。黃色，請開牌。豬舌菜，豬舌菜。好了，豬小糖。來，原昌大哥搶開牌。明條。來，我們的翁美女搶開牌。魚香。魚香。做對啦。做對嗎？做對啦。啊，線上工作的就會做對。對啊。好。好的，用水都已經出好色啦哈，沒問題了。老師呢，我們該做唔得了呀哈。現在我們看下風吹兩位老師哈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來談看一下藍水嘅線上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兩次都準備好色，馬上來進行踢館嘅比賽。好，哎，這個小白菜好漂亮哦。哎呀，這個奶油白菜，全部切。你食起來會用奶油嘅味係嗎？長得很像故宮博物院裡面的。哦，還有啦。好，先問一下兩位老師，好，請教一下，我們等下做法有冇要上飯嗎？吃到這個成條成啊白鍋哦，將來進行開鋪啊，吃到蠻好貨。先來，好。啊，蓋住等下會滑多嗎？就吃這樣拿來白就好了。好。可是我有一個問題，老師，給油要先滷過嗎？稍微那個抹醬油上去。有，還有油。嗯，對，我有。你可以在那個碗裡面。就是這麼的，這樣。請問兩位老師，平常都不看嗎？你煮菜看到？我負責些了。回答得很快哦。點胡椒嗎？這樣可以。胡椒粉，對。來，謝謝。啊，水仙那個，你你下退休了嗎？我退凍煙嘞。凍煙的啊？我70看出來，60啷歲。有做阿公哦。我兩個孫。暗吼，老師是不是遇到這種笨的學生怎麼？你用幹啥呢？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天分，我覺得啦。瑞生哥的意思不是他，瑞生哥的意思他不否認我笨的。當然啦，當然啦。還聽得懂啊？老師，先讓我們不要容易痛一下，放一下。你過去。那口那幾下就好哦。哎，瑞生哥，你需要一點舞台嗎？不用了，我真的不用了，不用看會比較好。我想說你要舞台，再交給你。我們先把雞翅拿過來，好不好？我幫你兩下講一下，你要關注出事挺兇愛哦。可以幫忙60秒。要不要先把雞翅不用弄亂？好。瑞生哥有一種在跟老婆求救感覺。哎。啊，我們大家都賺了，你們繼續曬恩愛一下，攝影機都有在拍哦，舞台都在拍。了解你有拍拍攝哦。哇，你一片動專業哦。哎，當專業，哎。哎，你就會煮蛇窗哦。對。哎呀，要去選那川燙鍋，川燙鍋裏呢哈，鍋一下油，我今天要將嚟綜合當中下炒啊。那麼厲害。狗油係味道嘛？㗎？油哈，鍋油落去哈，如果較強啊。嗯。鍋哈，
唔安尼软软较脆。哎，够糖伊都冻里，会冻他很厉害耶。对啊。其实你的茶艺只是兴趣，本业是大主厨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茶才是主。要黑心机，黑心机。点杯那是你的爱慕者吗？粉丝啦，粉丝啊，真的也是学员呐。学员茶的，我以为是老婆。不是，山甘茶的学员呐。对。这金明道强的麦总不是很大艺术家，而且你可以看到出他在村庄里的地位。从头村在村庄都来了解，跳不准，跳不准，所以我们的口味刚刚我又忘记了，鱼香，你跳又怎鱼香，鱼香，一龙沙地很马改东西吗？鱼香，我们特殊就是说，我们会把我们大肠啊，先稍微炸过以后，再红烧融合在一起，所以说它有点酸甜的苦。伊个动有概念，因为鱼香是可以改台湾改四川改，有一点酸，一点甜，一点辣。哦，那个绞肉是卤过，有卤过，还有一点酒，还有就是一些酱油，还有胡椒粉，让它把它腥味把它稍微凝密。那要泡吗？该泡给啊？哎，下来，我不要认真。哎呦，安尼很爽钱哦。原餐可不可以有中茶吗？原餐有中茶，一下吼，个散蛋个哦，全部错的，全部冻过的。个师傅来都，对，师傅来都看到个，哎呦，人家做的就老虎了。去动手口呢？我一直理解啦。可以了。那玲姐，啊，你平常时就按讲啊。你是不是空中小姐退休？没有，这个包头是只有在华航或长荣看得到。对呀，没有方便，有时候我们工作方便就可以。谁扫我？来，哎，太远了，丽宇姐，那你过来。那是他给大家看他的包头。跟他讲做跳舞的徐姐和凤萍，你做嘛跳舞？我做美发设计，美容设计，美发设计小姐啊，她有音响，对，还有。发茶各方面，我都很有在慢慢的就是在了解一些养生的东西。发茶啦，发茶是当专业，泡发茶是当专业。对，我係上緊茶。即阿哥，你聽內容是開始對茶有安樣嘅興趣啊、研究啊？我做上緊茶哈，14歲就聽阿爸爸做上緊茶，今年呢哈。60太人了。我以為種應該18歲先。18歲，哎呀，我冇帶到糖嘅啦。我這個小朋友哈，他口味直接看到啲啊。那滚手藝哦，不可抗拒的誘惑。等一下，嘎子給龍沙摸碰一碰時候，大過給他擠下去。對。那比亞當球誒。我以為種應該18歲先。18歲，哎呀，我冇帶到糖嘅啦。唔怕，要帶茶咗嘅。係啊，香港時間細㗎嚇，講我做細都當冇麻煩去啊，但是呢，做天數冇辦法，名都有學習到了，多一下嚟都提供人家客家東西啊，都當正規。總得傳承。出來推廣呢嚇，最因為。希望講哈，能夠傳承下去啊！好，我們大家都做來哈，好，加油啊！謝謝。好，過來啊，大 V 講，喂，這個味道有點唔怕，因為家下就先入口調油啦，所以唔怕。而且等下你炒湯匙落去我是看唔到嘞。給廚師幫忙。對，這個交推給廚師啊。應該係用，因為東南恐懼啊，北極。廚師想幫愛。好，我搶哪一位？什麼家其實愛料子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拿另外一個鍋子。好，好吧。電腦準備一下，可以了嗎？你有什麼忙說？唔怕，這個可以先停一下，因為它已經熟了。好，繼續搶開始。師傅要點都面幾聲忙說哦。好，沒關係，等一下它可以收汁，在裡面收汁。好了，關於糖醋都帶有中。我們可以帶一點酸甜，兩個新鮮的番茄，tomato，茄紅素都可以炒出來。不是按豆，番茄因為它是脂溶性的，所以我們一定要帶油。啊，tomato 中空入嚟，兩個米絲，師傅，18湯，
碰，嘿，还有油嘛？顺甜顺哎，酒爱嘛？酒唔是，不用救我，这个酱油啊，会追哦哈。我们家的酱油是不是有点少得可怜啊？要不要去隔壁家借一下？比较快，要不要加一下？我们利用一个纯油的温度哈，炒红来也香味，同埋多种的香味炒红来，嘿，一个水下去。然后洗这层加水哦。糖醋的重点係乜解喏？甜酸嘅米絲要做出來。我倒出來10，等一下哈9，火鍋嘅토마토 nhỏ nhỏ米絲出來，一個醬油煮下來，煮不一熟，對，煮不一熟。我們差太多了，也收咧。老師，我要讓夾落去哦。夾落去收汁啊！啊，拍菜啊、吊鵝啊、蔥鵝啊，樣式。最後。最杯米漿來啊！韓國吼，等一下假使給龍沙摸半年半熟吼，大鍋給它擠下去。對。那比啊凍球誒。那天天的必注，哎，天天啊，哎，那個白菜可以先擺盤呢，老師。做對咯，白菜，哎，先可以鋪底或是擺旁邊，對對對。好，那我們先過去，老師。謝謝。得獎，準備得獎了。好，謝謝。加油！哇！加油啦！甜杯一啲咧，跟住吼，先煸一下嘅蒜頭，蒜頭先那煸有些的香哈。大火嗎？對，大火。哎，你們要出示天數啊？哎，超高，我們有出示提醒，應該60秒哦。要不要用？哦，不用，沒關係，這樣可以。已經快做完了。也個四季豆炸紅。炸好咧，四季豆炸，也沒炸好誒。哎呦。哦，感覺都響應血咯。等下可能吃一碗。好，小米粉是出來了。思雨姐應該是副業是做主廚吧？她有個執照啦。她是副業執呀。中餐烹飪本級的執照啦。你們試試看來。哪個？試試看味道，來，要的。啊，好，你試試看。試一下味道。有的嗎？蒜苗哈。哎，特別嘅可能留還有藍留。哦。好，我們先去倒數了哈。謝謝。現場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吃困難鐵館，你冇卡米西卡針的哦。好，第一次料理呢，大家都已經滿身了，先來吃困難的風吹嘅料理哦，來吃看紅隊的，我們的糖醋味道調得濃厚味。特別剛剛tomato醬呢，有撈給炒過，而且精髓是tomato醬要攞定調油給它炒到，你感覺甦醒嘞。忙是吃過好吃的呀。曬人愛了。那老師，你吃冬陰班？我自己的很好吃。而且都記得有解決處理的風水哦，就可以凍好。因為吼凍因為降地位還會有血水，而家它就成一款哦。他們其實真的是嘟好煮到就熟透，如果摸過咯，我覺得這很棒。凍好食，凍好食，嫩有味家常味，古早味，凍好食。好，接下來我食兩片，哈下好食，攬出做誒，我已經食落去是分出夠下嚟。它真的很有嚼勁啊，凍奶車會咁夠安呢。米頭沒凍好，用啥車用板嘞？好吃咯，真是好吃，忙吃過好吃，真是。藍隊覺得如何？去家去做嘞，好吃哈，好吃啊！因為這種做法呢，哈，我偏米都較重一些的哈。它按蹦茶就好誒。好，蹦爽甘茶。蹦爽甘茶。下酒菜，也可以不翻。看得出來有真緊係有想法嘅，不過重要係嘛嘅，就是魚香做得真棒。等下看一下師傅應用版的評分咯。好，先來請你嘅邱師傅搶分數。好，等下搶看一下小戴師傅。Hello。很難剪接哦。恭喜，搶手啦，第一關。師傅搶公平。應該先講南區，南區伊個米絲調了嘟好，不過個小腸吼。可能講嫩失敗，咬唔咬？差失敗，一咧紅脆呢，也調味差唔多 OK，速度又可以，所以換紅脆。謝謝。
来探看一下小戴师傅。咱讲讲吼，咧风腿咧片，该用又熟。不过咱讲挑梅当果，该糖醋梅做底下加一点葱一点，咧片该鱼香梅头做得动好。不过是该小肠我加注意一下，会较好食。好。无相关啦，体管呢师傅哦，陪你的指头个个得到1分。不过三下来看一下今日小戴师傅带来乜个好料理，我来睇自家分享咧。师傅出台菜，轮到小戴师傅来表现喽。小戴师傅今日的菜名係乜嘅？意式肉酱竹饼派。哇，这个做在片头都生意嘞哦。谁拎都好吃。对啊。来都选菜呢。芝麻拎出一定有诶，切丝铁盒，还有肉酱绞肉，番茄糊、番茄酱。有冇强用哦？冇强用。哦。对。该黑胡椒粉，意式香料，还有起司片，洋葱，还有卵。好，没问题。这是薯饼吗？对。所以今日有自家来做饼。对。所以基本呢係冇落面粉呢。对。特別味道已實嘅哦。謝謝。老師有問題要問哦。胡椒粉一點點，哦。然後一點鹽。唔該些鹽。馬鈴薯啦，幾條條嘅。有那個西班牙薯餅。洋葱。烘蛋薯餅。切丁。哦，你家店都係切丁哦。對，等下撈該絞肉還炒。好，等下讓我來開一下火。今日做乜嘅想去撈大家做薯餅呢？薯餅接受度還夠，又係原型食物，它健康。對，非加工類的。其實都馬蘭薯已經凍好，凍因為起到講，你要甜粉哦，沒有豆纖，但是因為它是天然的膳食纖維哈。嘿，那怎麼樣的澱粉不好？像那種就是快澱粉啊，麵啊、米粉啊，哎呀，米啊、飯啊、麵啊、胖啊，應該是說麵包類，精緻澱粉，對，精緻澱粉，飯也是，飯不是油哈，好，啊那油啦嘛，飯你看這個飯，飯咩嘿？高牛，這個高牛冇先入過哦，唔是，會調味嗎？好，那裡來加咧，大家豆腐卡自家就做過薯餅嗎？忙是做薯餅的，哦，做過薯餅，但是客家料理，是去做叉餅啦，叉餅哦，有了解番茄糊，番茄糊，對，番茄糊到番茄醬全部一天來炒過嘅，哦，該香味，該鮮就會掉出來，哦，是把油帶它的營養成分，要嗎？該意式香料，天哪，這個其實做我們的瘦鴨意大利麵，對啊，這是比較簡簡易式的肉醬，簡易式的。好香哦。那地步係唔係迷迭香該的哦？凍豆綜合香料地步都有特殊的味道哈，懂後。對，那邊黑胡椒，黑胡椒，便利商店有買到啦，便利商店買到。係入面個紅片。好，等下吃下梅頭，因為該番茄醬到番茄糊是有鹹的。所以你今日加的那種番茄糊係冇加鹽，冇加其他添加物的。下手。好食哦。滿意啊。好香呢。馬上煮哎。是，你看來煎薯餅。哦。哇。玩家博哥哈。煎薯餅的時間哈，只有按豆哦。豆點去煎皮來，咁樣下切。哦。像你哋下嘅馬蘭薯哈，都唔是先。有下鹽嗎？啲白肚又撈鹽咧。這個我要吃大份的哦。因為咱冇撈粉嘛，有一個原因就是撈軟又蛋香。哦，這個小朋友吼，下口味直接看到啲啊。咪滾盤戲哦。安尼有個食材做得溫咗台灣的番薯嘛？番薯餅。係啊。餅。重槍吼，做得試看啦。然後安尼是有皮頭凍香嘅，有擦擦哦。哦，就這樣，太帥了吧！讚哦！安尼香就亂香，用米開油啊！大家你下又筍啊，筍雞蛋，所以做半雞蛋食看。誒，筍
手笨顺体挺中好吃的。这叫孝顺料理。我那你见面都做2地。哦。哦，哇，这一堆是我的吗？一地啦。所以假师傅看喜欢做哈喷掉，就会加面粉啊。可以吃面粉的人。对，可以吃面粉，可以吃。但是该什么乱向的？那面粉不用回到你刚才讲精致淀粉吗？对啊。你看纯种都肚皮耶。对啊。纯种冇掉一种等你来抽啊。先帮我煎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们这边来修一下。寸种今面来到现场就会味道是师傅做的。嗯。请问这样可以给夹上吗？不止夹上，我的唯一的缺点是这盘子太小。太小了。用谁打？他们2个手牵手哦，可以说是2人3手一起做的。哦，又讲哦。2人3手。2人3手才不干。那牛拌到可以长呢？哦，容切嘞。火一点。其实我可以帮你吃，我可以帮你吃哎。我们等下谁要顺的春你啊？边角料有没有？边角真给最后是对不对，伯谦？对，顺的啊，都顺同款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婆用走的需要。我就跟你讲，吃这个旁边就饱了。对啊，它旁边有叉叉哎。伯谦，我们2个分。走对喽，我让人抢哦。哇！抢你太强了。好，谢谢。因为前面要按的嘛，意式肉酱薯饼派。哇，哎，这个早餐来吃，又有像披萨哈，上面起司丝可以下去一烤。全新的披萨，来的啊，你讲到超实在嘞，我去改屁股啊。哎，这道菜做得好起来耶。哎呀，因为面腱和肉送去。哇！哦，哇！啊，做针对呢。哦，安尼咁样晓得人啊，学会了。我会了，讲哦。能够加饼一餐。哇！赞天呢！但是每做番茄酱的口味没做得完，奶油松露。不卡就对啦，那不卡莫按该。青酱海鲜。青酱海鲜。走的。1片就好了吗？哎，伯谦，你要获得1片喽。哦，走的。哦，又含鱼啊！要长得重点哦。哦，要当重点哦。哇哇！好嘞。怎么会那么帅呢？好。哎。意式肉酱薯饼派。安娘就好这喽。好，接下来吃料理呢，正引当港啊米口啊哈，太时间呢就叫下来吃吃看喽。好好吃哦！除了很香雅的米头以外，我觉得最经典的是给加上的意大利香料 ，Loki 它真的有画龙点睛效果。请问这样可以给夹上吗？不止夹上，我的唯一的缺点是这盘子太小。太小了。用谁打？在取得tomato没动脚筋，因为那个番茄糊还有番茄酱哦，就会小朋友注意好起来。好什么？好吃啦，哎，有个千层的感觉。而且改变口味，那种感觉，生意呢都同爱神。哎，戴师傅哈，也卤的番茄糊是一个经典。阿弟，只荣幸。错啦，不过也番茄糊哈，也甜蜜过后，哎，融合在一起，也可以很开胃。好，要吃料理呢，正然係睇颜色之类色呢，全部都會當介意。不過頭前一畢業咯，你馬上就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米絲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米絲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士咯！最杯
米馆呢，尤其头前又係一比一平數嘅情況底下，水杯米館會較冰咯。風吹帶來嘅秘密武器又係乜嘅？羅劈杆。今日佢有乜嘢做嘅咧？係香腸啊做啊。誒，改做誒。改做誒。咩香腸？哦。改做誒，適合做誒。一幾多年呢？9年了。9年做誒，有愛的味道哈。好香哦。他們兩個手牽手哦，可以說是2人3手一起做的。哦，就這樣哦。2人3手。2人3手菜不乾。對。好，這個羅劈杆，我來帶來水杯米館嘅料理菜名都乜嘅？我說羅劈杆肉餅。羅劈杆肉餅，那不就是跟小戴師傅做的一樣，都像顏色的？好，沒問題啦，哈，我回來變落去，冇問題。水杯米館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所以看起來諗住今日帶來，其實咯，家下從可以說是做小解咧，到底係乜嘅咯？客解純感茶。哇，這樣還可好冇？超厲害！來，這安子，哦，謝謝了，那我就帶轉去咯。冇錯啦。我擺檔嘛。好啊。哎呀，給我泡剛好，歸來烤口了，對不對？我做過。那這個跑要9蒸9曬。對。是指次數嗎？對。哎。哦，你要做咧跑差不多幾度啊？呀哈，一次呢，它要跑5公克到10公克，一粒呢有4兩啊，所以呢，它要嘅都得跑40度以上啊。哇！哎，你知道嗎？給年蛋按胎哦。對。年蛋按胎。越來越小嗎？對啊，9蒸9曬做高標，真係精華咯。做得好呢，傳統嘅方法，它要嘅3檔嘢都有嘅，哎。真嘅冇按過耶。係啊，所以你睇真緊就按到秘密武器啦。對。菜苗按到乜嘅？純感茶蔗糖。唔是韓國啊。水每一罐的哈，蓋下係偏熟。我這一次哈，唔是保留嘞。青米一罐哈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2次對競爭比好聲嘅哦，現場馬上來到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打上來了哈！哇！太難選擇了，因為那個雙甘茶吼，我設計去翕高做高，我認為。來你還是我們趕快過去好了，好不好？你說過去那邊？先來這邊啦，那雙甘茶會等我們，等我們。老師，羅劈你係咩自家種嘅？自家種嘅有菜樣啦，哦，加咁重啊。哎，你嘅羅劈杆啊，怎麼連切起來都那麼脆？老師洞悉莫這過嗎？溶在食用花呢？哎，對呢。係啊。我嘅花木係咪揸嘅？自己家裡的花園了哦，花園裡採的花。好，我們等一下回來，要來看你剪用表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太期待了，太期待了。哎嘛，這個，哎，爸爸啊，拿張送本哈。這是什麼？馬上來敷啊！哎呢哈，用個牛脂敷啊，洗槍了，接嚟嘢呢，冰落去，冰個點點的蘇卡仔安尼烤下落去，咚，哎，有冇？冰起嚟哦。有哦，大家都咚。哦，哇，見證奇蹟呢！而且這一定很香，我要聞呢。很香，呢度呢真是撇多嘞。烏劍啊，龍香啊哈。那最拿來什麼？可以拿來。都在煮，都在泡。哦，鬼熊呢？你熊咪用我熊熊誒。我中央啊。好了，再來呢哈，很多拿來，還有那個呢，很多布包。哦，這個布包，那個直接這樣子拿進去煮，整鍋都烏漆嘛黑的，黑的。然後呢，都泡沫一大堆，按你煮起來，按你泡，然後鑊條下就跟住全部喺炝炝，出來茶湯呢哈，當醬當涼，唔可以當到泡嘅的。哦，謝謝。沒有啦。我拿嚟冰落去煮。呀，已經煮好嘅嘛？已經煮好咧，已經煮好嘅。熱爆時就會煮熱鍋。呀，熱鍋啊，冇問題啊。因為呢，冰條嘅水果呀，就落去點啊哈。將入嘅，啊，將入嘅。老師係帶走咯。哦，帶走哈。對。入嘅純甘茶嘅水啊，一煲1嚿。我煲1嚿嘅嚇，反嚟講呢，菇呢以後煲半點鐘就做得嘞。哦，底部係講乜嘅東西？水果啊，甜米、無加米酥、無加乜嘅東西。杏鮑菇。個杏鮑菇啊，有很多菇菇湯啊。
加風呢係意思係咪咁拍？有個甜。哦，係目標秘書。係嗎？唔好食，唔好食。它可以玩係嘛嘅？來，那個麵線。麵線啊！哇！跟麵線那個你啊，黑龍嘅日曬麵。我講下已經已經妒忌我。妒忌嘅嘛。我們最多有幾分？最多有幾分？最多4分。不可以這樣子，我們還有後面那邊要關心。隔壁還有呢。謝謝哈。等一下，茶包我外帶的哦。OK。謝謝哦。等一下底部要空另個係咪？哎，對，我不用另個。哇，你那邊沒動用呢？動用。那這邊怎麼回事？阿哥，漂亮。這個我今天做美術老師哈。對啊。我不是老師呢，我只在工廠公司上班呢。他是科技新貴。哦，係機械性上。對。哎，我們是一家外商公司，日本三菱化學的。哦，阿哥，你頭擺做一做，阿勇嘅頭路吼，代表講你就挺動聰明，訓之動。冇啦，記回啦，雙班。你好累啊！哎，這顏色也太美了吧！打隻藍，愛種要邊啦。哎，稍微給它彎一邊了。前三個要歪做唔得咯。跑棍了。啊，沒有。逼到小咪嘛。等一下，我要用這個碗喝。這個叫鍋。這個叫鍋。即係挑油膏係嘛？係。哦，哎，你用邊做嘛？該幾天我加風吹挑呢？都就風吹挑。老師，那是麵粉嗎？係麵粉。好，那你吃風那個中筋的。掉落去哈。係。我係過來煎啊你。哦。莫阿哥，你家下講吹挑工係自家做嘅。係。你是跟阿妹來學習，也係馬上教你嘅。聽阿妹學嘅。這個可以一人吃一個了吧？這個顏色怎麼那麼美啊？謝謝。這個是東方美人餅哎。不要太多哈。八個。這個我們可以一人吃一個了。哎呀，還沒有燙到個溫度不夠高啊。不要太高，等下一下會黑掉。哦，它對那個雞翅有陰影。有陰影。因為在家裡煎的時候啊，用湯匙好了。謝謝。要去塑形一下。那個用兩種還唔管。唔啲用火去提嘅慢啊，看唔出啦。一開始火要用手來搣下看就啲。難唔選。是啊。哇，先幫你煎一下好冇？哎。可以。挺煎啊，不是給啦。老師，這個給你嘍。這個是第一個放。好，謝謝。哇，跑滾了。跑棍了。啊，沒有。逼到小咪嘛。我覺得差不多已經出來了，我先喝一碗，要不要？我覺得可以。怎麼錄到呢？你係咪加埋嘅鳳爪啊、錦記未做先嗬？誒，裡面嚇有啲杜行啊，有公幹嘅鳳爪，有銅鑼嘅杭菊啊，有錦記，誒。我現在發現一件事，麗玉姐她又在做美髮了，在那邊做髮她忍不住了。什麼髮型？對，這個是古代的髮髻。這個是什麼？這是金桔啦，要去個熬做啦。你自己做誒？自己做，自動我做。其實啦，當咁茶蔗糖啊，每行嘅人都冇什麼嘅，是食個糖。糖就好誒。是個糖就好，啊，糖爽快啦。哎呀，佢煎肉唔是冇事啦，也冇乜想法。因為雖然講標準的土蔗糖好食，但是它有幾批是多。但一般來講呢，上甘茶蔗糖啊，滿到14、15唔試過。真嘅。唔試過。有個條米要好誒。好嘞。好嘞。好嘞。哇！今天晚呢哈，用這位枸杞落去。真的，你們兩組都很厲害。好，先改啊，等一下，我要用這個碗喝。這個叫鍋。這個叫鍋。好，來。有變好嘞。老師，太美麗。這要包做早餐漢堡嗎？老師煎得好漂亮哦。哦，謝謝。好了，麗姐來兜酸了哈。好。挺健哈。哦，謝謝。現場馬上來兜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
这次看到最波的米馆，正经系太对战咯，哪组较站到咧？啊，两组呢，正经系挺厉害的，家都看家嘅都在做料理的过程当中。 哎呀，对我已经等唔切咧，像个声音呢，等等家家来采走来吃饭呢。先来吃吃看那风吹呀个萝卜干牛饼，老师的私房菜哦。哎呀，太幸福了，真正哦，水分冻豆哎。家萝卜干呢，老师家哦，我切到香油，古手来其还有一条一条的扣，咁多地度，切切又个香。 好有口感哎！是不是就像你娶到秀楠姐一样，媒妁之言会谈恋爱，越调越香，越煮越香。还不会讲法哦。老师你好后生，是大部分的食材都是自己的，全部都那个年艺没去改嘛，萝卜也是这样子，黄花也没去改种啊。好棒，挺好吃的。阿哥阿姐取走嘞，真的很好吃，比较有古早味，真的太棒了。人家大枪吃的不会。 它不会过咸，非常非常的好吃，水分啊，很 juicy。哦，你下台下起台冻球诶，就是酸甘茶料理店冲。啊，这个 set 要从哪里吃起？太珍贵了。哪家可以试？日晒面线哈，原来。好香哦！里面有罗马油哈，罗马油，也还有罗给的，就会坚果啊，去把它磨成粉，搞到几度一。 还有芥兰米啊，还有芥兰米头哈。报告，我们红队这边想要续盘，我也是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吃到重点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大哥都有什么个？碾米的上甘茶先生。哦，来大家，碾米的上甘茶。我们就谢谢大家能够有缘相聚在这了哈。哎，是谁啊？大家痛母亲节快乐哈！啊，好好喝哦。而马松呢都会追肚底度旋转感，係一個懂耐人尋味嘅一種茶香嘅味道，真係同針到，又加懂有層次。我觀眾朋友吼，熱天會感覺個到底要感覺硬好些，要自己要。上下來，主角要登場了，對不對？大湯，你上甘茶茶糖。好，來。哇，要給茶糖。把我今天所有信號嘅現金全部拿出來。 嗱，咁今日要帶來所有酸甘茶大專業。加食到一個酸甘茶咩？佢會加下一個土建有嘅油脂啦，哈，含加香菇嘅甜，含加鳳梨，全部夾融化過後，這是你都能不完全冇試過嘅椰糖米湯，十分好食，味道非常奇特，而且又清爽，又養生，真的，韓國大家冇講到，麗宇姐的這個麵線味係精華中的精華。 所以都在是否兩萬的評分呢，也給到看哦。好，亞洲的係講亞裔貴州洋以來最緊張的一敗對決了。劉師傅、小戴師傅哈，向後生我再來 Q 你們啦哈。好的，一開始劉師傅搶分數，自己唔敢看呢，冷水。哦，聽過嘢自己。哦，兩號班小戴師傅。 哇！浪哎！老師，剛才本來是優的，可以改到丙了。這個丙，紅吹哈，也懷念的味道，也米西龜吼，也很 juicy， 它就是很單純的哈嘎米西，很暗暗內含光、含蓄的味道。唔過吼，南吹吼，以做三部曲，有兩個失敗啦。 然後南吹呢，以三部曲，最後喝是個酸甘茶的湯，太油膩了，所以我又留18茶來，這下去一清爽的感覺又回來了，所以讓我很驚豔。其實兩腿全走動後，來風腿兩片，該起來是古早味感覺，很扎實的感覺。南腿兩酸甘茶。 太特殊了，对，所以贏是贏在這個食材的部分。那其實兩隊兩腿全走得動吼。不過呢，俺首先的風吹，我們吃到也感受到南吹呢給帶本人力開起來那種經驗。最重要的是亞拜哈，摩安牛後我跟元昌哥拜託一下啦，你們也我們小輸你一點點啊，你就用1顆酸甘茶來謝謝我們老師好不好？用炸，用炸，哎呦，我一個搞料啊！你又不
不是啦。好，然后呢，马上就来颁奖喽！耶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他这个今天的比赛呢，实在还挺精彩的啦哈！不论他这个大饱眼福也大饱口福。先来公布成绩咯，蓝水得到3分，凤水得到1分，恭喜蓝水！恭喜蓝水了，拜系大挑名，得到系3000Q 嘅加菜机。谢谢！哇，其他的话等于是蝉联冠军呐。系啊。前几年呢，在那茶席比赛没得到全美丽验第1名，系吗？恭喜一拜，来。好了。风吹没懂厉害哦，你得到的是典藏原木实木西锅剧组。哇，来，这个是3件组，3件全部都给你们。哇，他们连拿锅子都要一起拿。哎呀，太闪了啦！太闪了啦！好，我们先听听蓝队哈。哎呀，连续2年咯，得到安阳全国的冠军。有嘛感想咯？新主方哦，清爽快啊，安装快，有安的指挥呢，有安的舞台，能够来表演啊，真欢喜。新梦。谢谢。依然之声。韩国今日丽宇姐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，让这整集变得画面好好看哦。是。丽宇姐参加感想吗？我同欢喜来参加，这是我的荣幸啊！我感觉我多呀哈，好多动作啊！给师傅，我今天有收获蛮多的，谢谢。谢谢。又可以吃多健康。家下阿哥未要分享哦，上監察單上好學聽聽咯，佢先提前嘅係要全面個嘅動作，譬如講，你做主持啊，講會講搶球，對，就嘅好兩個呀。在我包這裡。已經有了，那個小小的剪刀手布。我剛才就收很久了。哇，恭喜！好啦，感謝藍水咯。唔過呢，先俾我來問看下風水，兩位老師哦，要動用心都會了解嘅比賽，先來問看下那個秀楠老師，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次參加嘅心得好冇？今日同歡喜來兩位主持人哈。雖然做到冇講懂好生嘞，老師，老師做好吃飯，好吃，對啊，謝謝史蒙太噶，裡面好多動作啦，好多動作，陳先生的那個高手藝太佩服了，對啊，而且最重要什麼？3個鍋子哎，哦，要上房住哎，對，上房住哎啊，好啦，做唔得咯，恭喜哦，好。所以成個唔千有福氣，偷偷按好補養又按有生路，要不要參加心得老太太分享一下？各位觀眾好哦，非常歡喜哦，今日感謝你嘅製作團隊哦，本來都按個機會來到啲條目來熟悉大家哦，非常感謝，真不錯。恭喜，很謙虛啊，這樣子好了啦，我看到秀楠姐雅各波也是不會缺啦，你倒是要練廚藝咯，這些就全部交給你了，好不好？明年的這個時候，我們在這裡等你。也沒好多呢，也沒好多哎，老給訓練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你拜過來參加，姑娘孫你叫下來啊，好嗎？恭喜，謝謝。哦，剛剛博謙講清楚哦，佢講咧，今日是嚟嘅上檢查系統誒，真係可以你對下嘅味覺新的形容、新的領域啦，哈！各位觀眾朋友，你都不可能咩做嚟吃做困啊，不管你風吹、藍吹呀，還是師傅嘅料理，所以你同數做嘅時間就做出，所以係你自家嘅味道哦。哎呀，無論係財富啊，呀，無論係上檢查，其實都係客家食嘅東西地位就非常美好嘅事情啦。你知道，當然係用客家來了解客家學嘅東西，你咪做點到過來，用學嘅東西來向下深入了解客家文化，歡迎大家強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依家資助等等你強下來都要到 V 嘅分享兩部卡嘅報備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好，用呢個強下以狀況嗎？